大家有冇發現2026年嘅香港娛樂圈好似冥冥中有一股神秘力量喺度操控緊咁？有心細嘅網民同埋玄學愛好者就大膽咁揣測，大台今年嘅種種人事同埋劇集排陣呢，居然完美緊扣咗一個神秘嘅馬之力大風水陣。今日我哋就用純粹八卦同埋推測嘅角度，帶大家睇下呢一個玄學巧合到底有幾玄妙。首先，我哋睇翻今年年初，網民留意到大台一開年就連續推出咗2套全新嘅重頭劇。第一套係由馬德鐘領軍，緊接住嘅第2套臥底嬌娃就由馬貫東首次擔正。2套劇嘅男主角都係同樣姓馬。有玄學愛好者就估計，呢啲係利用強馬去應今年丙午火馬年嘅大運密碼，意圖打響頭炮。估計呢一股馬之力呢，連出邊都感應到噶。大家睇下馬俊偉，年中突然宣布唔做新城電台 CEO， 正當大家以為佢想休息一下，點知一轉頭，佢竟然閃電加盟咗主板上市公司，做副主席兼聯席 CEO， 年薪高達250萬。名字姓氏亦話生肖帶馬嘅人，今年真係特別容易權力大躍進，步步高升。嚟到年中，呢一股力量呢，更加係無縫接軌。香港而家呢，正熱播緊嘅重頭劇《非常日誌2》，繼續由大台嘅頭號福將馬國明擔大旗。有人會問，今年係馬年，屬馬或者姓馬嘅人唔係好容易行衰運犯太歲咩？其實普遍玄學家呢都分析，屬馬今年雖然係本命年值太歲兼自刑，但係絕對唔會係一刀切代表差嘅，而係一個置諸死地而後生嘅極端大變動年。只要主動求變，又或者係配合命理，就能夠大發。而馬名本身咧係屬虎嘅，喺命理上咧屬於虎馬狗三合。大台喺年中關鍵時刻繼續用佢坐鎮機場，估計就係利用咗呢一股三合嘅強大力量，幫電視台穩住收視，簡直係最強福將。不過有網民就推測，最令人驚嘆嘅本命年大變動代表一定係楊思琦。大家不嬲都知佢係單親媽媽，當年佢因為生女嘅事件，李永漢同埋鼎爺一家出嚟輪流千夫所指，令佢背負咗多年嘅負面風評。但係偏偏嚟到2026火馬年，神奇嘅事就發生咗啦。今年鼎爺屋企突然爆發嚴重內訌，李永漢同埋父親嘅關係決裂，人倫悲劇大曝光。網民一睇清楚真相，風向瞬間180度大翻轉，人人突然間恍然大悟，幫口讚思琪妹當年默默承受，原來真正受委屈嘅係佢。呢啲正正係應驗咗玄學家所講，本命年將是非包袱徹底爆開，逼你浴火重生，化作神級逆襲嘅強大磁場。如果上面嘅例子你覺得仲未夠說服力，大台最近嘅驚天舉動就直情印證咗網民嘅風水推測啦。播咗多年嘅王牌處境劇《開心速遞》宣布大結局，而接棒嘅係全新處境劇，正式公布名為《愛回家之三代同堂》。大家要留意下，當下嘅下半年正值3元9運，代表嘅正係成熟女性以及 AI 高科技。你睇下大台新劇嘅設定，打破傳統，破天荒由車婉婉、吳若希擔正全女班主角，講述3代女性同住嘅故事。主打嘅主題正正就係女性覺醒以及 AI 科技衝擊，連幾千集嘅長壽劇都可以為咗
配合九運磁場而全面抽起換血，改播呢一套以女性同埋 AI 為核心嘅三代同堂。如果你以為大台只係翡翠台嘅布陣，咁你就太睇小咗高人嘅心思啦。大台喺82台 TVB Plus 宣布咗下半年推出5套原創 AI 微短劇，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巧合就係其中一套由大台旗下團隊100% 自家創作研發嘅 AI 動畫，名字叫做《贏在終點線》，裏面嘅主角設定竟然係一隻身形矮小、負責拉車嘅平凡矮小馬，叫做阿豆。佢嘅夢想就係誓要衝進香港馬場，成為世界馬王。大家睇睇2026年嘅火馬年，大台年頭用馬德鐘、馬貫東雙馬開年，年中用馬國明接棒非常日誌2，年尾再直接用高科技 AI 自家畫一隻馬出嚟做主角。呢個橫跨整整1年嘅4馬奔騰大陣，你話背後冇人密謀，冇人借大運，由年初到年尾呢一個一環扣一環嘅排陣，到底係高人密謀定係純屬巧合呢？大家不妨喺下面留言，話我知你哋信唔信呢一個玄學猜測啦。歡迎收聽聽娛樂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下次見。